在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，国民党团早起去台北地检署控告疫苗采购有问题，但市长渎职。但市长今仔是公布伊的教育政见哦，伊望讲未来4档内底，至少要有1000间的幼儿园师生比，就要降到12个囡仔，就要配一个老师，学校就要有9个老师甲行政人员。另外，黄珊珊是提出永续台北，2050年哦，要做到净零碳排。分化场爱转型，2030年爱完成捷运的路网。采购合约要真相，陈时中出来面对。国民党团为着疫苗采购机分，立入到台北地检署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，但市长渎职。同时间，但市长竞选总部提出伊的教育政见，嘛回应对方，法院见真相。本来是说蒋万安要去告的嘛哈。那就说这到底是谁主持哈？这个到法院大家还可以签一下真章了哈。已经总阿讲的陈市长提出4档目标，100间幼稚园的师生比要对1:19，豆豆降到1:12。高中大校强聘多元师资，支援新课纲，打造深化应记的环境等等。差不多时间，无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嘛以永续台北做主题，提出2050净零碳排，分化手转型，而且2030年前要完成捷运的路网。几个环段至少要开工进展。因为东环段还在核定，2008年内要盖完机会不大，但是2030年这几个路网要所谓的成型，没有办法在现在的情况下承诺说完成，但是至少这个捷运路网要完善。今日拄当921地动23周年，前一天则提出内在城市的国民党参选人周万安嘛伫面册搁再讲政见。随着转战只剩60几天，三边拢放出政见巨擘，希望战场趋向市政，莫搁走精。记者电报李巧凯台北采访报道。